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斗牛鬼蛇神。这个头戴高帽，胸前牌子上写着牛鬼蛇神的人，名叫师炯汪堆仁清。师炯是魏地的一个贵族史家，曾经出过4个伽论，其中一位是13世达赖喇嘛时期的首席伽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身穿华美官服的师炯汪堆仁清是3品官，雪霸是他的职务，是位于布达拉宫下面雪城的行政长官，和拉萨行政长官米奔的权力相似。在过去，拉萨有2个监狱，一个是囊之下，一个是雪里空。其中雪里空位于布达拉宫下面的夏庆九，由雪霸管理。八角街、爬国街后面的侯巴林一带、卢固一带也都由雪霸管理。另外，雪霸还要管辖魏地18个县粮食的收租情况，所以照片上的师炯汪堆仁清左手提着2个方形木盒，叫做普柱，是过去收青稞时用来衡量青稞的器皿。背上背着钵，是装青稞的箱子，右手握着的棍子是租青稞时先把青稞装在钵里面，再用这根棍子把青稞抹平。这种收租方式在全藏区都很普遍。师炯汪堆仁清有6个儿女，他是冲塞康居委会辖区内的牛鬼蛇神，于1970或1971年去世。站在师炯右边压着他脖颈的那个必带红卫兵袖章的人，是冲塞康居委会，也是当时整个城关区最有名的积极分子刚柱，曾出现在斗桑坡的照片上。1966年8月26日的西藏日报在报道拉萨的学生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时，也提到了他。建工处油漆工人港珠下班后，还未脱掉工作服，也顾不上回家，怀里揣着刚刚发的毛主席语录藏文版，激动地来到红卫兵的宣传地点听宣传。他说：“革命小将们做得对，做得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回去后一定发动群众，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如今的刚柱经常出现在西藏日报和西藏电视新闻上，被介绍为一个常年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平凡的好书记。有人对此议论说，有些人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台上的演员，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很积极，不讲阶级斗争了也很积极，所以他什么时候都很红，都是紧跟时代的风头人物。2003年藏历新年前，我在冲塞康居委会办公室见到了刚柱。他不同于其他几个在文革中趁势崛起却不愿接受采访的积极分子，相反，他不但欣然接受采访和拍照，而且讲话紧跟形势，不时穿插3个代表、奔小康等新词汇。他还着重强调自己是一个在旧社会做雕刻活的穷木工，虽然也谈到文革，但有择选和回避，看得出他不是一般的基层干部。采访中我考虑过是否给刚柱看这些照片，很想了解当他看见那个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正是他的青年写照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但转念有想，刚柱至今依然是居委会的书记，恐怕他并不愿意有人如此当面揭自己的老底。当然，那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搪塞或者推卸，可毕竟不光彩，所以最终还是没给他看这些可能会刺激他的照片。听说他现在也信佛，私下里也做很多佛事。这是由八角街居委会组织的现场批斗会，地点在丹吉林寺附近的巷子里。3个戴高帽且被围攻的大花脸是拉萨有名的民间医生俩润夏、房明，位于爬国东街一家，所以在他们的脖子上挂满了沉甸甸的小袋子。那些小袋子是藏医传统中专门装药的药袋，叫做咩库。
通常每个腰带上还拴着一个小小的勺子。垂挂在老者胸前的一叠叠纸是印度钱币，是他当年去印度时病人付的治疗费。老者就是被拉萨人称为两荣夏医师、两荣夏医先生的错界仁真伦珠班觉，不但行医有方，还自办传授包括医方明在内的学馆，是过去西藏非宗教性的学校里规模最大、教育最好的私塾，很多贵族都在那儿学习过。1959年拉萨抗暴之后，私塾被解散。他家5代行医，代代医术高明。他于1898年出生在尼木县蒲顺地方如村一个叫汝门巴仓的藏医世家。他的父亲错界丹真觉界曾为13世达赖喇嘛当过医生，母亲是贵族玛朗巴家的小姐。他有6个儿女。照片上搀扶老人的年轻女子是他的3女儿赤白，也会看病，现任住帕国街，已病故。2003年66岁的他接受了我的采访，指着照片说，当时我刚生女儿才3、4天，血还没有流干净，在逼着我弯腰低头接受批判时，我看见血流了一地，向三宝发誓，那时候那些人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他们把我们游街，还强迫我们去砸马尼拉康楞子下旁边的佛殿，那些人就跟法西斯一样。老人左边的篮子是他的2儿子昆就，几年前离开拉萨到印度，曾担任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后来病故。老人的其他4个儿女也都是医生，有的在藏医院工作，有的在自家的诊所行医。老人因在文革中遭受毒打，一直卧床不起，1979年辞世，享年82岁。据说在去世那天，他还看了17个病人。照片上，在高呼口号的人群中，右下角戴眼镜和帽子的男人名叫罗桑，是八角街居委会的副主任，过去是大贵族姚西楞敦家的裁缝。关于他，后面还会提到。那个戴着墨镜、手持木棍并夹着烟的男人名叫罗桑一系，安多人，当时是八角街居委会的自保委员。第一个冲进两荣夏抄家，用斧头把箱子柜子上的锁砸坏，然后把里面的东西一抢而光。他还给牛鬼蛇神取外号，在他们的脸上乱涂乱画。文革结束后，他回到青海，现已死。站在昆就后面的那个穿藏装的女人名叫拉巴。关于她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是说毛泽东去世时，居委会召开追悼会，这女人哭得很厉害，还倒在地上，像是昏过去了。可一出居委会，她左看右看，以为没人注意，就拍拍屁股上的土，一溜烟跑回家了。另外，在批斗圈外，还有解放军军人，或驻足，或路过。这3个被勒令站在松丘拉瓦讲经场上临时搭救的主席台前示众的牛鬼蛇神。右边那人是流鼻涕的桑坡采望人真，中间那人是挂空枪套的崔阔顿珠次任。看得出他俩的装束有所改变，说明这又是一轮新的批斗。老桑坡戴上了紫胡的高帽，崔阔的前胸后背全贴上了大字报，头上的高帽写着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崔阔顿珠次任。不过他俩的装束尽管不是配套的胡乱穿上的，毕竟还是旧时政府官员的装束，而不像左边那人宛如小丑。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一个
既不是旧政府官员，也不是僧侣的商人来说，找不到一件足以揭露其本质的服装，那就从他家供奉的保护神的身上扒下衣服给他穿上吧。他就是西藏著名的康区大桑家族邦达仓的代表人物邦达多吉。据说其家族中曾出现过一位萨迦巴木萨迦寺的魔女，以后被奉为本家护法。为此，邦达多吉被勒令穿上了把木的法衣，一套有手有脚的紧身衣，还斜挎上了2个护心镜和2个乳房、3个眼珠形状的圆球。他的帽子上写着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邦达多吉，胸前的大字报上也是一样的内容。邦达多吉还有2个哥哥，邦达扬佩和邦达饶嘎。3兄弟均是政治、军事、商业兼顾的豪杰人物，在整个藏地实属罕见，并以个人行为在卫藏和康的现代史上写下鲜明的一笔。如何评价他们呢？那显然需要很多篇幅和笔墨，在此只能简单的说，他们代表了一种有着变革倾向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康区藏人背景，他们与噶夏内部那些无所作为且心胸狭小的拉萨显贵们的交往，又使得他们一直怀有康人治康的政治企图，并决定了他们对更大的左右时局的政治力量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择选。但这也是他们既成于此已败于此的原因所在。以邦达多吉为例，1950年因积极协助解放军进军西藏，在昌都和平解放后被任命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以后还担任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然而文革时他的罪名却是组织策划叛乱，一贯反对改革。在饱经折磨之后，于1974年病故，1979年获得所谓的平反。又比如老大邦达扬佩曾是1950年代末西藏反抗中共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于1959年1月去了印度，与流亡印度的噶夏政府官员共同规划最初的工作，但不知何故于1964年返回拉萨。在遭遇了文革之后，据说受到保护，未被批斗，于1976年病故。老二邦达饶嘎据说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并将有关三民主义的小册子译成藏文。1939年在印度参与创建西藏革命党，以后长期寄留印度噶伦堡，至死未还乡。1950年代，邦达家族将位于帕果兰街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老宅院卖给进入西藏的中共军队，迁住在拉萨河畔的波林卡一带新筑的宅地，而此处属于荷巴林居委会所辖区域，因此邦达多吉是荷巴林居委会辖区内的牛鬼蛇神，必须接受荷巴林居委会的批斗。在这幅照片上，身穿另一套萨迦巴木法衣的人还是邦达多吉。看来萨迦巴木有黑白2套衣裳，有的说不是白色而是粉色。据说这衣服是很小，紧紧地裹在已经发胖的邦达多吉的身上，显得很滑稽。邦达多吉显得苍老许多，神情十分沮丧。照片上的环境与崔阔等族承认单独爱豆的环境相同，是在14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姚皮大支即监视峡前面，经北京东路。堆在架子车上的东西是从邦达多吉家里搜查到的剥削罪证。正揪着邦达多吉脖子的女子，有人说她叫吃祖玛，在前面逗朵吉帕姆的照片中出现过。
那个头戴草帽的男人是当时河坝宁居委会的主任，名叫赫毕，人们习惯叫他哥哥赫毕，现已故。他是一位穆斯林，确切地说是贾卡基，意思是汉回民。在拉萨的穆斯林按照其不同来源和不同的居住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邻国，主要是尼泊尔王国和印度，主要是喀斯米尔地区，被称为喀斯米尔喀基，一般居住在帕国街一带；另一部分来自汉地，如青海、陕西、云南等地，被称为贾卡基，一般居住在河坝宁一带。拉萨穆斯林在文革中的情况与藏人相比较为平静，因故计设在拉萨的尼泊尔领事馆，凡与国外有关系的穆斯林所属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并未受影响，但河坝宁一带的穆斯林不仅卷入到文革当中，所属的清真大寺据说在大昭寺被砸那天，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也冲进去欲砸制，但环顾四周，发现空空荡荡的清真寺，没什么可砸的，只好在墙上写了些革命口号就走了。不过清真大寺后来还是被砸过，据说是以居委会的积极分子为主，有藏人也有回族，但砸得不厉害，因为里面没什么东西可砸。清真大寺的礼拜殿被用作开会、唱歌、跳舞的场所，后成为河坝宁居委会的所在地。阿訇被说成是小打来，遭到批斗和抄家。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